位於北海道大雪山國立公園內，是北海道海拔最高的湖泊。這裏最著名的是一條延伸入湖中的水下鐵軌，看起來就像《千與千尋》中的現實場景。坐落於四國深山，以原始森林、宏偉斷崖、翡翠綠清流及傳統藤蔓橋聞名。此地保留原始自然風景，曾是逃亡武士隱居地，如今是欣賞絕美楓葉、體驗溫泉與古民家住宿的熱門秘境。一座高約200公尺懸崖上的男童銅像，該雕像由雕刻家何其良行於1968年製作，旨在紀念當地孩童與女人曾在此處小便以測試膽量的驚險傳說，是欣賞深邃溪谷美景的熱門攝影景點。位於日本德島縣吉野村沿岸，長約8公里的險峻溪谷，因2億多年來吉野村激流沖刷大理石岩層，形成奇特絕景。得名於其地形險峻，跨大步或邁小步走都危險，以乘船遊覽峽谷景色是劍山國定公園的代表性景點。建於慶雲3年706年，再加長2年849年，海拔900米高的三佛寺是一棟山神廟。與中國山西省衡山上面的圓空寺差不多，都是建在懸崖邊的建築。三佛寺在昭和9年1934年7月7日被定為國家名勝古蹟。位於東京以南約350公里，一個極為罕見的異重式火山島。大火山口內還有一個小火山，全島人口僅約160人。與比叡山、高野山並列為日本3大靈場，這裏隨處可見噴發的硫磺與荒涼的岩石，景象宛如地獄；而中央的與層離珊瑚卻清澈碧藍，象徵極樂。